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两字，一字是丰，大丰收的丰；一字是礼，是古早拜拜用的礼器。讲这个中华鼻头乡的永丰村，为这个日本时代开始，因的庄头名永丰的丰，都互行政机关甲写做这个礼，甚至有这个门牌出现着两种无共款的写法，互村民是真困扰哦。所以7층的村民发起着正名联署，要甲因庄仔头正确的名找回来。这间国小学校号的名是取庄仔头的地号名丰润国小，不过门牌唔是安尼写的。伊门牌是迄个鼻头乡李伦村啦。同一个庄仔头正边门牌是永丰村，不过对面却是永礼村社区活动中心的名甲门牌，同我出现丰甲礼分不清楚的情形，在地人真困扰，唔那包括收袂到，连出来办丧事嘛出问题。有一个人往生的，这个法官的来个验尸的时阵，对身份证住址是同款是丰甲礼是唔对的，所以检察官伊无爱甲验尸。中华关鼻头的永丰、和丰、丰润村，为日本时代开始，这个庄仔头的名“丰”字，和户政甲民政机关交予“礼”字，因为日文内面“丰”的汉字的写法都甲中文的“礼”同款。结果一个唔对，就是几啊十年，村民发起联署，希望讲会使改回正确的“丰”字。村里民他们的意愿的问题，必须要经过他们村民的一个同意，这样子，那我们公所一定会站在辅导的立场。其实台中大都会歌剧院的设计者伊东宏强，慢慢因为日本名内面的“丰”字甲中文安尼分袂清楚，即摆又搁出现鼻头乡丰礼不分的争议，村民希望讲会使找回正确的名，结束这个错误。